各位嘉賓、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哋今日探討 RWA， 早已經唔只係資產數字化嘅工具，而且更係破解能源安全、水安全、跨境協作三大全球難題嘅鎖匙。RWA 嘅價值在於讓我哋睇唔見嘅綠色價值變為可以流通嘅實體資產，使到區域性嘅技術實踐變為全球性嘅協同方案。全球能源轉型有一個核心嘅痛點，清潔能源嘅項目投資周期長，資產流動性低，價值評估難。而 RWA 就剛好為咗呢啲咁嘅痛點提供咗系統性嘅解決方案。近年嚟已經有好多個項目通過區塊鏈嘅實現，發電收益加碳收益嘅雙重確認，提升資產對投資者嘅吸引，縮短咗項目融資嘅週期。呢啲正式係 RWA 為咗清潔能源破局嘅務實嘅實踐。中歐喺綠色合作之中嘅互補性係在於歐洲有成熟嘅綠色金融市場同埋碳交易嘅體系，中國有豐富嘅清潔能源實體資產技術嘅實踐。我哋可以通過 RWA 進一步推動歐洲同埋中國喺清潔能源項目合作。例如將地中海嘅太陽能電站嘅項目同中國嘅光伏組件製造能力組合，形成咗技術加資產嘅跨境 RWA 包，既有助於中國嘅技術走出去，亦都為咗歐洲資本提供咗穩定嘅綠色資源嘅標的。另外，民生類嘅綠色資產亦都通過 RWA 惠及咗普及嘅民眾，比如空氣制水嘅技術、正智力探索、社區參與式嘅 RWA 模式，將分散社區嘅太陽能電站同埋空氣制水嘅設備打包，讓當地嘅居民可以通過 RWA 嘅投資成為設備嘅共建者。既獲得設備營運嘅分紅收益，又優先享受到電力同埋安全飲用水嘅服務。同時，通過物聯網實時採集設備嘅產量、用量、維護記錄一齊上鏈，確保資產價值透明可以追溯。目前，世貿總會嘅全球水資源可以持續發展基金，亦都已經發起專項計劃喺中東、南亞等缺水區域建立試點，務求解決數以十萬計居民嘅能源同埋水安全嘅問題，同時讓投資者獲得穩定嘅收益，使到 RWA 實現與綠色嘅技術、民生嘅需求深度融合。願今日在座各位同我哋協力同心，共同推動 RWA 由呢個綠色實踐走向全球共贏，為人類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多謝各位。